科技一直咧换新，媒体娱乐嘛更加丰富多元。回看到台湾的50年代，这个京剧也就是北京戏，曾经是当时真重要的文化活动。真侪长辈时代一定会记得台湾这位上界红的京剧的天后徐璐。徐璐从俄罗斯一代的苦谈，自细汉就互看作是搬北京戏的奇才，用国家的资源重点来栽培。伊嘛要辜负着期待，拍拼来苦练，练出着真有底子的基本功。加上人生的经历，互伊更加有表演的养分。伫咧白色恐怖时代，伊的爸母捌因为匪谍罪互掠去关。伊有2段婚姻，第2任的翁婿佫是调查局的前局长。当年真请赢的徐璐，已经32年毋捌来复出了。透过纪录片的导演张立东的镜头，甲华视新闻的专访，咱做伙来看徐璐传奇的故事。各位听众，今天的国剧介绍赵培新先生和徐璐小姐演出的实况《打渔杀家》。缘分呢，其实还是在我最小的时候，大概7、8岁吧，是很有名的京剧演员啊，到苏州来演出。那我父母那时候一包来10天就包10天，就陪着父母看。没想到我就被这个戏剧感染了，觉得怎么这么美，这么可爱，这么漂亮，然后会有这么多的表情身段，我回来就学。徐璐，台湾京剧一代青衣，伊的迷将有真侪达官贵人，其中佫包括前总统蒋中正。本名孙武栋的伊，细汉时过好爸母的好朋友，改名徐璐。1949年，中华民国政权移转到台湾，徐家规家伙搬来台湾，徐璐延续甲京剧缘分，今仔是台湾本土培养出来第一代京剧出名演员。念那个女师傅小的时候，有个老师要我客串来演一个苏三起解，那重点是来了一个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老师在台下看。他那个看对我一生的影响太大了。他看完了就说：“我在台湾可以培植第2个梅兰芳。”戏曲宗师谢如山的一句话，从此定定徐璐的京剧人生。在空军大片各剧队的安排下，真侪名师亲身教父传授教学。1954年，更加为徐璐创立正式立案的小大片剧校，可以变成头一期，嘛是全校唯一的学员。我每天早上大概5点多6点，就在那里练功，然后扎着大考，夏天呢，哇，还绑着旗子，然后练翻跟斗，是在草地上练的，没有地毯哦，练的我妈妈后来给我洗澡，看见我的背都发紫。人生呢，你在舞台上，哇，每个人看我都觉得，哇，好像很辉煌哦，好羡慕啊！这个代价很高很辛苦。我是喜欢，所以我不觉得辛苦。越深入，我还越喜欢。集合所有老师的艺术经验，伊一生徐璐毋捌放松过，真积极拍拼伫练功。较无18岁就已经变成剧团的主力，想要到19岁迄一年，家庭发生变故，陷入白色恐怖的事件。说我一副是非的，然后就被抓，然后就枪毙，然后我妈妈也被关，因为我妈妈跟他出来的，所以妈妈判12年。我爸爸带我出来的是叫做伪造文书，因为我们的入境证是假的。前途当灿烂的是，因爸母煞互人以匪谍的罪名入监，大汉查某囝得了徐璐一粒大汉，担起照顾小弟小妹的责任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看我爸爸，我好久没看到爸爸妈妈，去到爱国东路那个什么所啊，那个去看，我一看到我爸爸妈妈，我就马上哭，他们爸爸胡子那么长，好恐怖，就是坐牢了。后来我弟弟妹妹不肯去学校，
他说，因为学校老师同学都说她是飞碟，是飞碟的女儿。哇，这个话很刺我的心。我那时候才开始，我大哭，我不晓得以后这条路怎么走啊，不知道。他逼着我，让我把我弟弟妹妹送孤儿院。那时候觉得哇，怎么这么狠？后来想想，我还是觉得他们是对的，要不然不会有我今天了。人生基调并无将七路身上明显光芒砍掉咧，伊成为剧团首席手段。演出遍及欧美、南亚等4大洲，嘛捌伫几10个国家巡回演出，受到日本界热烈喜爱甲高度的推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外面还是很辉煌，大家，而且也许我常常都是爆满的。啊，我觉得那时候安慰我的是我的掌声，台下给我的掌声，好像得到一个疏解，有一个安慰。然后呢，专心投入戏中，那我觉得就这样子把我带过来了。人生经验变成演出的养分，一路一颦一笑，洋洋贵气，仪态大方，眼神中又搁坚毅深情。伊主攻门牌青衣，嘛有其他各单项流派被称为全台第一专才单工。文戏他唱青衣唱的一把照，武戏他能够打啊，然后昆腔他也行啊，文武昆乱，乱就是七皮二黄。就是样样精通。我有次就在维也纳嘛，谢幕啊，哇，他们谢幕嘴巴还要叫，还鼓掌，然后还跺脚，那个地板呢，还能跺脚，所以那个声音啊震耳一样。谢很久，我眼泪都泄出来。舞下来了以后，我说我还想再去看看舞台，什么人也没有了，灯光暗暗的。就觉得就一个人站在舞台上，那时候觉得很空虚。如日中天，却嘛试过谱声结束，落幕后的一幕。经过当时的广播长于大伟的介绍，七路27岁时，甲清华大学教授王启祥结婚，短暂退出舞台。我在舞台上常常演妈妈，演太太，哇，演的各种角色的，演夫人，演贵妃，什么都演过。但是我舞台没结过婚，不晓得丈夫做个老婆太太是什么样子。我要亲自来做个好太太，我辞掉，这不演戏了。后来最后是老总统，那周天祥来请我上电视，我才愿意付出。享受3年单纯的家庭主妇生活，成为2个囡仔老母七路，在各方期待下再度复春。1986年，得到美国林肯中心亚洲艺人的成就奖，却同时嘛结束第一段婚姻，更发现家己得到灵感。我都觉得无所谓，因为我这一生都不是我自己安排的啊。你看，从学戏，结婚也不是我自己安排的，有没有？好奇怪啊！但是我就是很顺从啊，给我什么环境，我就顺服这个环境啊。破病入院的期间，七路拄到生命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医，前调查局长沈志刚，一位是为国权重，也被称为是创立以后第2代蝶王；一位是剧团京剧天后，2个人因为信仰开启彼此人生的新篇章。是他的一个老同事住院，那院长就告诉他，徐璐也住在医院里头，他就来看我，然后他帮我传福音。中间我后来就回加拿大去了，他给我打电话呀、通信啊，因为他传了福音啊，他总要继续再给我讲圣经啊，要喂养，就是我们在教会中说要喂养，啊，喂养我的小羊，还要牧养我的小羊，我是他的羊啊，就这样喂养啊。他说，我们结婚吧。这个是我弟兄结婚的礼物，我们没有戒指哦。什么礼物啊？荒漠感曲，是老总统送给我弟兄的一本亲自眉批的荒漠感曲。第2次结婚，我断然离开，我也觉得我到了40几岁，我要好好读圣经，我要追求人生的更高层。
48岁迄一年，齐鲁甲沈志国伫加拿大公证结婚，齐鲁决定要回遍舞台，从此告别观众，甲翁婿互相扶持，将一生奉献教会，加强我里面的信心，然后觉得人生好有意思，又有盼望。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可以哈腰来服侍别人，对，可以低肩负重。然后服侍别人，陪别人看病，照顾人，多生病啊，不管什么样，我都可以啊。有宗教信仰，齐鲁秘书得到重生，虽然当过11摆倒，其中5摆阁是专心把罪的大手孙。82岁伊依然是充满活力。经过数十年的谱声甲荣耀，嘛捌被尊为国宝级的艺术表演家，也过此刻的齐鲁享受到平安喜乐。35年来，齐鲁唔捌公开露面，伫导演张立东邀请之下，才拍纪录片，并且接受《华视新闻》杂志的专访，和齐鲁全苗风采传奇故事留下珍贵的记录。以前把我的艺术，对啊，放在台上，现在呢，把我的主耶稣传给台下，这就是我的人生。退出到音幕32年，感谢台湾国宝级北京戏的艺术家齐鲁，甲咱分享伊传奇的故事。